Hello， 我而家行緊呢條路，我相信冇邊個廣州人係冇行過嘅。大家估唔估到係邊條路啊？廣州啊，呢座城市真係周圍都充滿咗歷史，好似我哋之前行過充滿人情味嘅西關，血同淚結合嘅我哋嘅沙面，仲有潮流同歷史碰撞嘅東山口，以及我哋今日行嘅廣州最著名嘅步行街北京路。呢條幾百米長嘅步行街，同樣係廣州同埋中國嘅歷史嘅縮影，係以前係廣州最繁華嘅一個路段。咁喺呢度呢，係我以前細個最中意行，包括我同我老婆拍拖嘅時候都最中意行呢條街道，有嘢買啦，有嘢食啦，又有電影睇啦，所以以前呢係經常過嚟行嘅。後來啊，北京路開掘出以前嘅古建築遺址，就有咗而家你隨處可見嘅用玻璃封存起身嘅裝置啦。唔知道你有冇嚟逛過北京路呢？雖然咧而家因為線上購物啊，我都好耐冇行過北京路步行街啦，但係無可否認，從以前到而家，北京路一直都係廣州嘅 CBD。紅眼睛幽幽地看着這故事，如同苦笑製出的歌戲，全城為我花布恨，浮華盛世作分手報警，傳說中痴心的眼淚會傾瀉，霓虹熄了，世界漸冷清。喺北京路嗰邊行過嚟，呢邊就嚟咗我哋嘅中山路嘅入口啦。我記得以前咧，北京路呢度係有一個天橋連通我哋2樓嘅新大新嘅。咁新大新同埋旁邊嘅廣百，亦都係我哋以前最高級嘅商場之一。後尾天橋拆咗，新大新亦都全部翻新過一次。你可以睇到咧，上面有一個全國最大嘅裸眼 3D 屏幕。所以我哋唔可以忘記歷史嘅同時，亦都要與時俱進，先可以謀求更好嘅發展。你睇。不需呼吸空氣，不需街邊觀眾遠離，微雨中身邊車輛飛過，街裏路人走過，交通燈催促過，剩下獨是我跟你。繼續向前行，除咗腳下邊同埋天橋嘅歷史呢，其實北京路仲有好多唔同嘅歷史。比如話我身後呢棟文德樓啦，就曾經係各個民主人士嘅聚會地點，亦都係後尾周恩來總理同埋鄧穎超女士嘅新婚居所。你睇下黃色嘅建築，真係好摩登，好好睇，適合大家過嚟打卡拍照㗎。喺廣州最唔缺嘅就係騎樓啦。咁騎樓咧係有呢啲舊舊嘅騎樓，亦都有好似對面咁樣重新油過嘅騎樓，新舊嘅對比非常之衝擊㗎。基督教嘅舊主堂呢度係，你睇下喺廣州咧禮拜你都可以講粵語嘅。如果你體驗到騎樓啊，喺北京路咧仲藏住一個非常隱蔽嘅民國洋房小社區，就喺呢度啦，鹽雲西社區。喺唐宋嘅時期咧，鹽被稱之為國之大利，私自去製鹽同賣鹽係犯法嘅，只能夠鹽運市司去進行售賣。咁喺鹽運市司旁邊咧就有員工宿舍，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嘅鹽雲西啦。到咗民國時期，呢度亦都成為咗我哋歸國華僑嘅集合嘅社區，所以會見到咁細嘅鹽雲西有唔同風格嘅建築，有歐式嘅、俄式嘅，有紅磚屋啦，亦都有後邊呢啲石砌嘅建築，30幾種風格都非常之唔同樣，非常之有特色啊！呢一棟係鹽雲西入邊30幾棟洋樓唯一有名嘅洋樓，你知道佢係咩歷史呢？同東山口嘅潮流同埋歷史嘅碰撞唔同啊！喺北京路呢度，你可以睇到各種各樣嘅碰撞，古代同埋現代嘅碰撞，新嘅同埋舊嘅碰撞，繁華同埋安靜嘅碰撞，中式同埋歐美式嘅碰撞，傳統藝術同埋新興文化嘅碰撞，咁樣嘅碰撞先有咗而家新中國咁樣包容多元嘅景象，亦都有我哋呢個廣州城講唔完嘅故事。
所以如果你想同我一齊感受廣州嘅包容同埋碰撞，喺8月24號，我想邀請你一齊參加我哋新一期嘅城市慢半拍，從北京路行到鹽雲西，我哋一齊感受身邊嘅美。到時候見，拜拜。